这是公视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日有什么新闻重点。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今仔第7天，目前更有6个人失踪。花莲县政府统计，地震了后有32栋红单的建筑物。美国商务部表示，会直接补助台积电61亿美金，50亿的贷款伫美国起工厂。今仔台积电股票嘛起到820块。劳动部按说上班6月要试办一届，会当请5天，有春9月用下假。另外，个民间团体是呼吁开放，予家长1点钟1点钟请。新闻开始来看，花莲发生规模7.2的大地震，已经第7天，目前是更有6个人失踪，佮继续在找人哦。今仔伫沙卡洞0点85公里的所在，嘛发现有一卡鞋啊。嘛有德国游客讲，因伫地震前的20多分钟，伫离5间厝500公尺的一个观景台，有迄条一对失踪的新加坡翁仔某。当地民众是讲哦，伫3间厝的附近有味，恐惊有人缀伫下骹。哦，客人在里面呢。向下大地震山壁崩塌，土山洋飞，导游伫外口一直话，都惊德国游客伫斯卡当步道有危险。Be careful。2个德国人秘伫5间厝平安脱困落山。用力地震进前的10多分，因搁伫5间厝头前差不多500公尺，步道内一个观景台，迄条失联的新加坡红某的身影。他们到5间屋的时候，他们都还有看到他在那里。地震了后第7天，斯卡当继续咧搜救幸好导游认为，新加坡红某伫景观台记录上大。要在地居民表示，伫3间厝附近闻到真高的味，怀疑有人被逮掉咧。我是住里面的3间屋，我要养我的鸡，那时候大水管也给我倒，但是人在那不晓得被埋。除了新加坡红某现有一家5个人，有3人无找到，中和矿场也有一工人失踪。找到搜救重点，锁定斯卡当0.85K，特殊队伫遮发现一只鞋仔，暗过外口咧落雨，对搜救犬追踪气味，至少有影响。队员是穿雨衫搜查，派人沿着崩塌的山壁下车来查看。对，我赶快先躲到这个。哦，差点GG。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灾情，有车厝驶伫的中怀九曲洞。地震进前几秒钟受到警报，甩去就是天摇地动，大大细细石头一直连落来，要民众坐飞机在空中翕到花东山壁崩塌。台积电慈善基金会特别也到花莲灾区看灾。我也希望，不在花莲的有一些企业们，他们也能跟我一样来这边看，他们能做什么就大家一起来把花莲这些受灾的人的心安定下来。这地震超过10人死亡，灾情惨重。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丁淑芬呼吁其他企业伸出援手，投入救灾以外，花莲县府也伫找到办法会，希望罹难者会安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花莲的北滨街有一栋厝哦，伫地震了后嘛红搭红单，早起开始拆，有住户嘛倒来关心哦，是真唔甘。花莲县政府统计有32栋红单的建筑物，建设处是表示讲不一定拢爱拆掉哦，有的是会当来补强。另外，天王车大楼目前嘛搁继续在拆。国民党的立委鲍坤基是呼吁中央比照9日大地震，提供灾民做合处。庄下壁面一直落来，怪树为大楼顶开始拆。北滨街这栋面体，挡未掉这摆强烈地震，加做地震第3栋2卡下建物，初到早起开始拆。民国77年发使用执照，这栋10户的面体经过36年。当过91亿大地震，控制06地震，不过这摆不幸无法度渡过难关，爱拆掉。现场H更来支持，避免拆时阵熊熊崩塌，影响周边面体。有住户特别等来看，心情真沉重。
栋2、栋6的地震，我刚好也是住在里面，对，那时候还在睡梦中，对，惊慌而逃这样子。这个在那边10多年了，对，应该是蛮有感情的。对啊，蛮有感情的，所以现在要拆了，我们基本上就是回来拍照做这个纪念。红单的部分有32件哈，那这个红单的部分没有一定要拆除，依照相关的这个我们灾后危险建物的紧急评估办法，红单它可以进行这个相关的这个耐震补强。建设处表示，会用27点钟拆除3到5天完成。不过不止北平街这一栋面体破坏街后一个面体，损坏程度相关悬列为下一间拆除名单。天星大楼继续咧听经济统计这摆地动，红单受灾户有1471户。国民党立委卜君仪表示，花莲无冲着出租厝安置灾民，花城中央法组合厝比照921灾后重建条例，不过外界质疑花莲2018年选款所用来补助实在业者。卜君仪强调，拢照行政院指示。实在业者是花莲的第2大产业，是由蔡总统来宣布。200亿的贷款，20亿的补助，来给食材业者来重建。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其实应该是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天王星拆除之后的我们的重建的基金是在哪里？针对天星大楼顶红单受灾户，目前每一人得到1万块的紧急救济金，佮协助税厝补助，灾民希望政府加大补助的力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一电长期赞助的花莲开瓜园少年中度之家，伫即届地震受损真严重哦。第一电的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今仔嘛亲身去花莲来了解地震的灾情，那么连线互台记者上路佮准优，带咱大家做伙来关心。是主播，记者目前所在这栋建筑物都是伫即届花莲大地震当中受损真严重的凯歌园少年中度之家。即届大地震7.2的规模，规个轻钢架拢落落来，而且规个壁后嘛会当看到拢有不必顺的所在，所以嘛，互即届县府来打红单。事实上，凯歌园中度之家伫2018年迄届花莲大地震情形嘛真严重，迄阵要接受台积电慈善基金会协助强化结构，中度。之家表示，即届地震比顶届严重，不过加在建筑物的结构也无问题。下晡台积电慈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特别来到现场勘灾，咱来听伊的讲法。当然，第一是很难受了，那我们会尽办法的替他们解决一些基本上的问题，所以应该会的。基金会董事长张淑芬和花莲县长徐正伟做伙看受损的图。张淑芬表示，看到这样的情形，伊感觉非常不甘。基金会会经过评估来互因适当的协助。因那中度之家咧是表示，因为建筑物内底也有安置学园的眠床等等的生活用品，若要征收是一定拢爱甲全部清出来。希望县府会当协助提供一寡换柜也是组合厝。徐正伟是答应讲会过来协调看卖。以上是记者卢尚如、郑准由伫凯歌园少年中度之家连续报道，率来甲镜头交互主播。咱个继续来关心，台积电甲美国商务部伫七八宣布讲，美国会直接来补助62亿美金，代票2100多亿，佮50亿美金的贷款，互台积电伫美国设厂。台积电是表示讲哦，伫美国会佮来起第3座的工厂，按说2030年会来生产2奈米的晶片，也是愈先进的制程。台积电哦，即马伫美国总投资的金额大约是650亿美金哦，超过2条的台新台票。今仔台积电的股票哦，盘中上悬是起到820块，收盘哦是819块，嘛创历史新高。台积电美国厂传出重大进展，七八台积电甲美国商务部宣布，美国会直接补助台积电66亿的美金。台积电也表态要伫美国起第3座的晶圆厂。主要的原因，那么是在于地缘政治，那么还有先前地震的因素，那么以及在竞争对手的一个布局，这3大因素的一个影响。自从台积电得到美国补助的消息出来，包含苹果、辉达甲超皮这3大台积电客户拢出声支持，振奋车到开盘股价开悬加悬，不止超过800块的贷款。
另外，美国未来建厂的计划，一厂会伫2025年顶半年生产4奈米晶片，二厂是2奈米，按算2018年开始生产，三厂按算采用2奈米或者是更加先进制程技术晶片，按算2030年进行生产。即马台积电扩大美厂布局，有科学专家认为，台积电是配合美国对中国制裁，无过扩充中国厂的产能，不过有专家无安尼认为。台积电在美国的投资是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呢，中国大陆目前是成熟制程的市场，成熟制程目前的状况是红海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台积电当然没有必要去扩增中国大陆的工厂。台积电伫美国亚利桑那厂总资本支出会超过650亿美金，差不多超过2兆新台票，是美国史上规模上大外国伫美国直接投资的案件。专家认为，台积电美厂未来会继续朝向更加先进制程晶片发展，但甲量产的时阵，美厂真悬的生产成本会纳入考虑。台积电会面临三星、英特尔竞争压力。如何降低生产的成本，同时提高效率是一大挑战。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立台南大学一间实验室伫昨暗9点外火灾，因为当地有真侪徛街，台南市的消防局随着出动15台的消防车，30多人去抢救，加载是无人受伤。这边暗时9点外，台南市消防局接到通报，台南大学一间伫庆中街的实验室发生火灾，消防局出动几架消防车去拍火。因为靠我徛街，消防局赶紧派15架车、30个人去抢救。伫消防人员全力拼拍火之下，火势伫昨暗10点7分拍花，后续就赶紧收尾和排烟作业。它现场是燃烧，就是等于是锂电池回收之后做的一些材料的干燥、烘干机的机器设备所引起燃烧的。警方勘查现场是2盏楼管 RC 建筑，嘛是台南大学实验室。初步了解，可能是学生伫实验室内底要甲材料好好打锁底，加在有及时发现，赶紧甲拍花。我们是在做这个电子回收了，再把材料再做烘干。场无设置警报器，加在无人受困，嘛无伤亡。目前消防局正咧调查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最近有真侪件食物中毒的案件，像真出名的连锁煎饺店北方分集嘛出代志。台北市卫生局伫昨接到病院的通知，讲有6个人因为食煎饺甲番麦汤其中有4个人走白甲吐嘛去病院。卫生局去稽查发现讲环境是无介清气，要求要限期改善。食物中毒的事件连环壁。连锁煎饺店北方分集嘛传出亲像是食物中毒的案件。台北市卫生局接到病院的通报，有6个人初次去北方分集的分店食番麦鸡汤甲煎饺，不过有4个人伫暗时7点半甲11点食了后，小连续出现走饱甲吐等等的情形。半暝去医生看，怀疑是食物中毒。查有冷冻库层架风扇不清洁，冷冻库温度高于-18度C，墙面有剥落等缺失，已限期4月11日前改善完竣。其届复查如未改善完竣，处6万到2亿元罚锾。卫生局派人去稽查，发现迄间分店有环境无清气等等的情形，要求限期改善，而且嘛抽检灶骹员工的手、盘也有垃圾等等的环境的检体。代志发生了后，媒体去迄间店要翕，却去互阻挡。咱北方分集总公司伫初9早起回应讲，也无听到卫生局的说明，希望赶紧理清原因。北投公馆店呢是在4月8号下午的时间接获卫生局的那个查核，我们还是要等待卫生局能够尽快呢找出这个原因，厘清。约160个人有用这个餐，到目前为止，我们总部跟门店也还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费者有身体感受到不适。大部分微生物都在7到60度之间滋长，所以说我们的熟食最好1-2个小时内把它吃完，吃不完的话就放冰箱冷藏保存。要拿出来吃的时候，一定要彻底加热，超过70度才能杀菌。服务专家提醒，民众伫买食的时阵，除了爱注意环境，嘛要赶紧食好了，避免会生细菌。咱北方分集嘛强调讲，这间店已经有随做改善，因为是疑似的案件，所以也会当正常来营运。记者综合报道。
日前，黄主角传出讲是非法色情网站的高级会员，买过真侪出未成年的影片。调查立委今仔嘛开记者会，强调讲以上性剥削是完全无法度接受的，嘛提议讲应该按修法来提悬刑责。在一个检方伫日前，黄主角个人的硬碟内底，发现有藏上百个本仔影片的档案，其中7个影片还佫涉及偷翕未成年，引起社会议论。早起几个民进党立委甲妇女救援基金会共同召开记者会，表示，除了制作者、买的人甲持有者的非法性影像的，拢是加害者，应该修法加重罚则。目前到底谁管网络？今天为什么黄子佼会持有？这个论坛已经在台湾经营10年了。那在111年的时候，曾经被断网3个月，可是又是死灰复燃。这样的影像被购买跟曝光的时候，影响它非常大哈，有可能是影响身心的状况，有急性压力。就学部分，学校的人只要知道同学网络就要公审他哈。事实上，去年政府才征收性暴力防治司法，其中伫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内底第39条的规范，无正当理由持有儿少性影像，相当会当判1年有期徒刑、拘役、刑科或者是并科3万块以上30万以下罚金。不过，调查立委拢认为讲应该提悬相关的刑责。7部是未成年性影像，这样子只被判缓起诉2年，罚120万，以及1200字悔过书哦。那以对方的财力来讲的话，我们觉得这根本完全没有吓阻作用。我看1支、看2支、看3支、看10支，它的记韵都差不多，好，危害性都没有很大，所以法院在量刑上面显然是让这些购买的人也认为自己不会付出太高的代价。另外，民众党团嘛希望会当建立儿少侵害案件的资料库，对防治工作有帮助，而且会伫1礼拜内召开公听会，收集各界意见，了解国内对儿少性剥削议题实际上面临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最近伫社群平台 IG 有诈骗集团宣传讲捐钱就会当互社福团体就会当抽奖，多民众互盗用各自的口罩，互骗超过100万。早起有真侪社福团体拢表示讲，因有受到牵连。经济署嘛表示，这是3月开始一种新型的诈骗哦，嘛已经接到135件的报案，损失的金额将近有600万。伫 IG 发起捐款社福团体188块，就当参加抽奖，是3月开始出现的新形态诈骗手法。台湾人体工程促进协会指出，顶个月开始出现350多笔188捐款，就连签名、连假，还有46笔。其中一个捐款的人是有姓富人人，互通知到奖金，煞互要求提供银行的户头，颠倒互诈骗超过8万块。他的账号遭到诈骗60万元，而且他还贷款了75万元。协会赶紧报警，偏偏有人去受害，但派出所回应无法度受理。银行方面是建议关掉户头，造成非常大的困扰。我们只有一个账号，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账号关掉，再换一个，因为这要有个法定的流程，说不定还要1-2个月的时间。警政署表示，这种诈骗是进前解读分期付款的变形，透过捐款社福团体，经会配合提供户头的被害人，再进一步来骗。到今已经有135个人受害，损失金额有580万。他为了就是要测试这个被害人他的一个服从性如何，到底有没有乖乖的，就是让有没有入歹徒的圈套里面。针对社福团体报案，派出所唔受理，警政署承认有疏失的改进，但表示188捐款会进到社福团体的户头，后续是因为被害人进一步提供个资户头，才会造成财损，呼吁被害人赶紧来出面报案，才会当具体侦办。记者林俊明、单昌为台北报道。再来看台中市现代嘛，掠到一个诈欺集团哦，成员对去年8月开始，就买真侪人头问号，假做是电信业者监理站，传感信摕到被害人的个资，投入因的信用卡，警方掠到来嫌犯，其中有3个被起诉。警方告诉陈的主嫌经营的饭店提相关资料，佮去说市的共犯住的所在，查出几60支可疑的手机啊。传发简讯不是什么大事，我们现在有你只要交代出来简讯谁叫你发的，手机交出来，这样
事当时嫌犯当咧用这手机夹钓鱼竿线，结果去互警方当场掌着。台中这个诈骗集团涉嫌为去年8月开始，就大量买人头问号，结果甲有恶意连接的钓鱼竿线寄予无特定的人士，去引被害人点对了后，拐走雇主，摕去投入信用卡。不实内容群发恶意连结之钓鱼简讯，诱使不特定被害人点击网址，并依指示输入个资及信用卡相关资料。警方清查了后，发现有9个受害者，计共损失67万。若嫌犯发送的钓鱼简讯，多数拢是以电信业者或者是监理站的名义，骗讲有积分会当换商品，无就是去年会也未立点内容来降低民众的戒心，拐人点连结。电话号码呢，它前缀码可能是+66、+44等国际的号码。那第二个呢，它会诱导我们去点击假的网站。那第三个呢，它会去骗取我们去填输个人的资料、手机号码、银行账号。检方以伪造文书和刑法的诈欺等罪嫌，起诉姓陈的主嫌等3人，嘛提醒民众收到简讯会当先去官方网站查证，若是看到有用唔到字，或者是讲法怪怪的，甚至要求爱提供个资验证码，就爱看买册咧，警卡165专线查证。记者台中报道。再来看目前咱台湾的育儿留职停薪，一摆至少爱请30日。劳动部按算讲6月要开始试办，上底一届会当请5天，提供好春秋的育儿假。早起有立委甲民间团体是呼吁讲，上好是开放会当来请点钟，互家长方便。劳动部表示讲，试办期间会收集意见，再过来检讨。台湾生育率下降，政府提出办法抢救。现行台湾的育儿留职停薪请假，一摆至少爱请30天。但是上底30天的假，对劳工企业来讲，拢无够灵活。亲像拄着囡仔因为长病毒临时停课这款短期照顾需求，30天就嫌伤过长。劳动部当咧规划试办单性育儿留职停薪计划，通以5天做单位来请假。不过，立委甲民间团体希望会当以小时来做单位。幼稚园阶段事实上是我们请假最多的。一下碰到肠病毒，大概就是要这样子的时间点。针对这个示范研种，我们要收集意见，让它更完整啦哈。劳动部表示，原底计划5月初1要实施，但是因为各界有无同的建议，统整了后按上月6月份开始试办。目前实施对象除了经济部、交通部、卫福部、劳动部下卡的事业单位以外，也发函予工商团体、科学园区工会甲银行工会鼓励试办。目前已经有63间公司企业愿意试办。民间团体希望政府爱趁这摆的机会，推出适合台湾的方案。他想透过这个示范计划，收集哪一些具体的统计跟执行的访谈资料，那让大家透过这个示范计划，是真的能够对于下一步的这个修法推进是有实质的一个参考资料跟贡献。因为产业别的关系，有些产业它本来就是比较 prefer 就是这个弹性的运价。葫芦新地基咧，亲像金融业的劳工较接来去，对弹性育儿留职停薪这块计划适应能力就较悬。妇女团体希望劳动部趁这摆试办计划，收集到一寡产业较有意愿使用这款假，相关族群较接使用，做出统计，未来就通提出有路的修法，符合劳工雇主的需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劳动部为着要互育儿假好春秋要对本地一届上少爱请30天改做一届会当请5天。嘛，鼓励企业开放互员工会当一天请。上班6月初1就要开始试办详细办法，那么请吴欣来为咱说明。是主播，咱台湾囡仔是愈生愈少，这讲话正做国家安全的问题。政府是想尽办法要提高生育率，敢若安尼讲无感觉。咱来看数据，这是内政部的资料，咱会当看到讲出世婴仔伫咧2013年到2016年的时阵呢，也阁有19万到21万人。但是2016年这个月，2017年开始就开始降低啊，对19万人呢降到讲2020年的时阵无14万人。也今年内政部公布2023年人口的统计，出世婴仔剩13万5000多人，这个数据是历来上界低的。就是因为讲，想要生囝的人少，要是安怎想要生囝的人少呢？根据行政院的资料指出讲，安尼生的原因主要是有4项。第一，就是讲今卖人
价值观无共款啊，所以结婚的这个年纪呢是愈来愈侪岁，女性平均是30.1岁才结婚哦。少年人甚至无想要结婚，也晚结婚要生囝，当然就会较晚。不过女性呢，因为身体有这个限制，要有身上好是伫咧35岁之前。不过今嘛人是超过30岁才结婚嘛吼，考虑这个限制，女性可能就干那生一个囡仔，甚至讲无爱生。过来囡仔生咧，唔是就讲安尼生都无代志啊，也搁爱请养呢。要甲伊请大汉，爱开袂少钱，今嘛钱是愈来愈薄，是囡仔大头就愈重，安尼就想讲哇。规气卖生啦。第四项就是讲，女性嘛是有咧食头路，嘛有家己的事业呢。有囡仔了后是需要经济支持，那爱昂晒厝内人来斗相共，友善的工课场嘛是真重要。准讲要请假，要带囡仔，煞无好请，这站都无过啊，更加免讲女性生囝，家庭要严顾工课，无好过就算一边要生囝是开钱呢，做工课会趁钱，那呢当然就是选做工课。是政府虽然讲有提出袂少饲囡仔补助，不过效果是真有限哦。即马政府就针对请假、请育婴假这点去拍拼。咱先来看讲，即马要请育婴假是安怎来请？根据规定，若要请育婴假一摆爱请半冬，也就是讲6个月。准讲爸爸妈妈都唔免请到半冬啊，那安尼是上无嘛爱请30天，也就是1个月。安尼请上无1个月，但是无到半冬的育婴假，就加会当请2摆。也即个伫囡仔3岁之前，育婴假计共会当请到2天。简单讲，就是讲育婴假会当做一摆请，嘛会当分开请。若是要分开请，佮无要请到半冬，上无呢嘛是爱休1个月。也即个机会干那2摆。不过带囡仔实际上都无遐尔简单啊！即个囡仔吼，一个判病发烧、哭扫，啊一个要找爸爸妈妈踮遐伫咧路吼，育婴假一个请上无爱请1个月，是足恶春秋的。即马劳动部就决定讲好，咱来春秋，咱爸爸妈妈要请即个育婴假5天，就会当来请咯。也即个一摆是请5天，会当来申请3摆。按算上班，伫咧6月就会来试班。5天是劳动部定的标准，即个参加试班的企业愿意互咱的劳工请1天嘛 OK， 这当然是真欢迎、真鼓励。请养囡仔是规个社会爱斗支持，也请育婴假爸爸妈妈共款会当参加本地有的即个社会保险，共款即个请。甲带囡仔中间呢，共款会当领8成薪水。新的制度上班会伫咧6月实施，试办到12月才过来检讨，看讲中间有啥物做无到的，会当过来改进。而这个新制度呢，敢有通提高男性来请育婴假的比例，嘛是观察的重点。就是希望讲性别当平等，互家庭饲囡仔负担卖遐尔啊重吼，来减轻这个囝生少的问题。以上就是今日的解剖新闻，甲时间交等由主播。感谢吴希望，其实教育制度嘛影响到少年人生囡仔意愿。今年是410教育改革大游行30周年，全教总今仔就开记者会，批评讲当初的诉求小班小校制，到大个还未落实。公司高中大学嘛造成基职体系劣化，即马要推赛双语政策嘛欠缺沟通，教育问题是真多，所以呼吁520新政府上任了后，会当来沟通改善。面对少子化的问题，今年有5间大学要停办，也有13间高中高职，和政府规划做专案辅导学校，甚至其中6间已经无要招学生啊！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拜2开记者会，针对30年前410教育改革的诉求，包括落实小班小校、加设立高中大学等等诉求，批评这么侪档过去拢无落实，尤其是特殊教育老师和学生的比例也阁真悬。学前的特教的部分，普幼都可以降到1:12了，特教的可能还要到1:15，特生甚至于它的师生比还会高于普生。另外，加设立高中大学也造成基职体系劣化困境，造成人才断层，政府也应当思考。没有妥善的去做技职方面的一个衔接在技职的部分也有重学术。然后轻这个技职的一个概念在前几年我们的高中生跟技职生已经翻转了也就是说技职生它是不断的往下减，那这造成我们现在的一个技职的一个人才的一个断层。
另外，5月20总统就要就任啊，120外教育团体也联合呼吁，新上任的政府爱召开全国教育会议，参学者做伙讨论教育政策的方向。因也望日后上任的教育部长会当加和教育团体接触，听过无共款的意见，做伙来改善台湾的教育环境。记者刘时武、谢桂林台北报道。国际新闻来看，非洲东南部沿海的国家莫桑比克，一只超载的临时渡轮哦，伫北部海岸的外海沉船，这只船载130个乘客，有至少97人不幸过往。当地官员是表示讲，最近有老透症传染病假消息，造成民众是真惊吓，这嘛引起这件意外。这台临时渡船拖喺岸顶了，船身还阁伫咧漏水。非洲东南部沿海国家莫桑比克，一台临时渡船吹切伫咧北部海域，敢若是严重超载，并船沉喺海，造成严重伤亡，还阁真侪是囡仔。Porque a saída deles lá estavam a fugir numa doença da cólera, então chegaram até entrar num barco número mais avançado e当地官员讲，因为最近出现爆发科雷拉疫情的假消息，引起真侪民众惊吓，大家拢想要逃走。这台渔船改装的临时渡船无航行许可证，也阁严重超载130人，要下冰船。Totalmente era 130. Então olha já como assistente le wangu assistente irane sai assistente le ana wani wakati zale já wangu hanjaka ekala wele jo opela ura zai o phela ja pakala wele kiri sana komentari ura ekala weyo。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资料显示，非洲南部地区正经历过去25年来上严重的科雷拉疫情，而且已经拖到附近的几落个国家。自去年10月以来，莫桑比克已经通报13700例确诊，加30例死亡的病例。这件意外也有20几人失踪，不过应正大搜救困难，当局是继续搜救，同时调查代志发生的原因。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译。德国总理肖兹哦，伫昨家己 TikTok 嘛抛出头一出的影片，因为今年是德国的选举年，大家是拢想要来争取少年选票哦。也毋过伫抖音平台宣传，真侪人嘛真烦恼讲，中国政府恐惊真简单地当摕到用户的资料，嘛有国安的疑虑。拍影片的人行入一间办公室，竟然是德国总理肖兹坐伫办公桌头前。这是肖兹册备伫第影音平台 TikTok 发布的第一期影片，而且不少德国官员也拢加入 TikTok。Erster TikTok-Beitrag. Neben mir ein Experte, Sascha Lobo, der kennt sich aus. Ich bin Laie. 消失了后，也伫社会媒体 X 顶悬趣味发文表示，保证袂跳舞。2024年是德国重要的选举年，包含后面欧洲议会会伫6月大选，德国东部3邦9月也有议会选举，为吸引少年选民关心。政治人物前后开始经营 TikTok 等社群平台。TikTok, around 2/3 of the young people between 14 and 19 are using TikTok in Germany. So it will becom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to use voters and to fight for votes in these European elections. 包含美国总统拜登、法国总统马克宏等，不少西方政治人物拢对 TikTok 真介意，为年轻选民暂时放下安全稳休的疑虑。肖斯正早上星一位加入这个社群平台西方领导人，不过德国继续派反对党就批评，欧盟甲德国对平台内容的审查制度。Weil sie ihm drohen, dass ihre Geschäfte verboten werden, wenn sie die Wahrheit zeigen und nicht zensieren. Du sollst nur rot-grünen Schrott sehen. Dasselbe, was in ARD und ZDF kommt, weil sie Angst davor haben, dass du erkennst, was in diesem Land schief läuft. TikTok 伫欧盟有1.2亿的用户，其中德国就有2000万。不过少年人对政治人物加入 TikTok 看法无同。Also ich finde es eigentlich ganz gut. Ich denke, viele junge Leute nutzen Social Media, TikTok, Instagram und so. Und Kinder in meinem Alter sind halt auch ziemlich leicht zu beeinflussen. Das ist halt bei so einer Plattform eher nicht so gut. TikTok 伫西方愈来愈受严格检视，因为外界烦恼中国母公司用得到平台用户的资讯，也互政治人物伫像年轻选票甲顾虑国家安全当中陷入两难。公司新闻陈伟珍编译。
北美的天狗食日路伫台北时间透早4点53分结束，计共是为4分钟28秒。南边对墨西哥，北边是到加拿大，拢有真侪民众在看。后一届伫北美大陆要看下过东西岸的天狗食日，就要等到2045年咯。这嘛是正中道。美国纽约州尼加拉瓜大瀑布的天色煞愈来愈暗，但真久的民众开始欢呼。当日头一直被看过，天愈来愈暗，民众是更加欢喜。外电报道，这是北美大陆有史以来上侪人伫咧看天狗食日，有几落亿人住伫咧日食大的范围，也有几落10万的游客是专工走来看。It was cool that you got to see it when it turned dark fast and then it turned morning fast. 最尾，日全食自太平洋时间11点07分，对墨西哥太平洋港市马萨兰开始，一直向东北边行。经过墨西哥天顶的时间上长4分钟半，所来对德州进入美国，经过14个州，结果对加拿大、纽芬兰进入北大西洋。Folks, enjoy the eclipse, but play it safe. Don't be silly. 要看天狗食日，目睭就要保护好好。美国太空总署建议，看的时阵要用经过美国天文学会注册认证的保护性目镜。当局也建议民众，车油要加好满，食的加啉的要传好好，因为根据2017年的经验。迄当阵真侪人拢要来看日全食，互加油站加到无油，餐厅订房拢总客满，连手机也要充电拢有困难。天狗食日每年拢会出现1、2遍，或者是2、3遍。因过定定拢是伫咧无啥人看会到的所在，譬如讲太平洋或者是南极的天顶。后回日全食会发生伫咧2026年，因过即个格陵兰岛、冰岛加西班牙北部地区看会到。搁在后一回是2027年，会经过非洲的北部，北美地区要看就要等到2033年。因过也即个阿拉斯加看会到，2044年也有，到时会经过加拿大西部蒙大拿州加北达科他州。因若美国搁要再看到未看过东西岸的日全食，就要等到2045年。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伫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岛的顶头，欧洲上大粒火山艾特纳火山，伫顶礼拜开始庆烟哦，是正特别咯，是圆圆一颗一颗的烟，咱做伙来看卖。4月初的艾特纳火山甲平常时同款，吸引真侪外来游客，正近来欣赏这个欧洲上大活火山的风采。为4月初3以来，艾特纳火山甲以往真无共，因为伫咧喷出水汽甲烟雾的同时，还佫会吐一粒一粒，互人叫做火山鹅群的烟壳啊。It has a perfect cycle mouth, so are coming out several volcanic vortex rings. This is a spatial phenomenon.We cannot see something like this every day. 火山鹅群的形成其实是一个烟雾边仔甲中央甲空气相扯大细力无共所造成的结果。To start with, the smoke is basically a fast-moving ball. As it emerges through the opening, the smoke on the outside of the ball is being slowed down because of the friction between it and the edges of the hole. Once it leaves the cannon, there is friction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the smoke and the air in the room. This means that you get smoke in the centre of the ball moving faster than the smoke around the edges, and so the smoke on the edges starts to curl around and form a mushroom cloud. As the smoke reaches the back of the cloud, it's drawn into the faster moving current of air in the centre. It's this flow pattern that eventually causes the ring to form. 艾特纳火山喷出来的火山鹅群，互观光客感觉真稀奇。不过，同款无平常的自然景观，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的炮弹海堤，都互当地民众笑袂出来。Que bueno, uno veía una chiquitica así de vez en cuando, pero ahora es por cantidad, ahora es como que si hubieran flores en el mar. Ahora está demasiado. Ya tenemos prácticamente 9 meses.sin salir producción de pescado como debe ser. 这种海堤因为外形真亲像古早的炮弹，所以互人叫做炮弹海堤。除了若去吸到，会互人皮肤真痒，基本上对咱人是无直接的危害。不过对渔民来讲，炮弹海堤一来会甲渔网踢掉的，二来会甲鱼儿、乌仔鱼食掉。当地的经济来源除了观光，就是渔业。这阵海堤会出现严重冲击渔民的生活。虽然原因也有待调查，不过美国环境部认为，这甲海水的温度变化有关系。公司新闻，气家人编译。
来看前总统马英九去中国访问，外界又讲马英九可能会伫4月初10甲习近平第2届见面。同迄天美国总统甲日本的首相嘛举办峰会。前总统马英九到北京的第2天行程排甲满满，初飞马岸的时阵，甲中国副国级干部、北京市委书记稳定见面，搁再讲到九二共识的重要性。一到参访北京故宫，拄到8月休馆，严过官方高规格接待，敢若是内包场。马英九伫咧会后发表谈话，讲两岸之间的牵连是切袂断的。两岸之间共同的语言、情感的共鸣，是任何刻意为之的手段或意识形态所切不断的。同时，我也相信，任何所谓去中国化的行径都不会成功。伫咧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甲罗沟桥时阵，伊看甲真用心。这段纪录片广告拢伫咧强调民族大义，外界认为是伫咧传马式例会气氛。不过，这么团讲见面的时间可能会改到初10，比较共一天的美丽元首峰会比关键。他的战略目标一直都很持续的，是啊，和平统一啊，两岸交流融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你把它连贯起来。9·2共识。伫5日抗热清朝上任进前访问中国，时间点互大家理由。不过学者认为，北京对待政策未因为台湾政治情势变动，就伫战略上做改变。刘义辉主义苦待三公，两岸有沟通交流拢是好代志。我们当然期待所有的国人呢到大陆去，不管是观光旅游或者是文化教育的交流，都能够顺利平安的回国。两岸呢只要有沟通交流呢都是好事啦。马英九这段虽然是私人的行程，不过希望有安排随和，并且享有卸任元首的礼遇。顾泰山希望马英九伫咧中国的言行应该维护中华民国的主权甲尊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年度重要汉光40号演习分2阶段进行，过去5天4暝电脑兵退役，今年是延长做8天7暝。另外，昨中国无人机搁第2届侵略金门的利打岛甲闽河属。两岸情势紧张，因应目前地震的威胁，国军汉光40号演习为落实乌克兰战争甲以哈冲突战术的启示，验证三军整备的状况。尤其过去汉光兵棋推演拢是5日4暝，今年因应模拟需求增加，延长到8日7暝。那这次实施8天7夜，主要就是因应我们增加了平战时期针对敌的灰色地带应处，还有平转战的快速攻台的响定来实施推演，所以因此增加成8天7夜。早起伫屏东九平基地，陆军司令部证实，规划实施新型精准武器试射，是中科院研发量产的陆射剑2飞弹，头一届参与实弹射击的演练，增加空防的能力。针对测备中国无人机2届侵扰金门利打岛甲闽河属，咱国军方发射信号弹警告，也够用干扰性反制。军方强调讲，射击是最后的手段。那整个是否涉及，我们会结合当时的这个状况，也就是也考虑到它的涉及延伸线的相关的背景因素，还有相关的射程来做一个考量。总统蔡英文早起接见美国海外作战退伍军人协会总会长，由国行会秘书长郭立雄等人来陪同。We meet and we talk, we exchange ideas, and we are committed to Taiwan, the veterans of foreign wars. That resolution will go through again this year,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push for Congress to support Taiwan. 有风声讲，郭立雄会接国防部长，加做历史上第7个文人部长。针对这点，国防部是无加做评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顶礼拜六高雄的茶山传出讲有庆声，有外国人是看到3个查甫人摕空气枪去弹高山仔，嘛去报案。警方是找到这3个人，嘛有找到枪支，甲伊移送法办，嘛请农业局来确认讲敢有违反动保法。这是不合法的。Why are you shooting monkeys？ 我这人士一直问在场的人为什么要摕枪大狗，其中一个人假做听无，另外一个东京男子无偌久嘛骑奥多麦出现，手中有可能摕的就是炮啊弓。他会用到我们，他会弄到你，我们把他赶走而已。6号半暝，高雄茶山大路有庆声，2名外国人前往确认，发现是3名男子有可能摕着炮啊弓咧弹狗。经本分局侦查队测试，确认无杀伤力。
全案能依社会秩序维护法就办理。警方找到因确认因所在是炮火管顶顶的枪机，经过检测无杀伤力，不过已经违反着社违法。市府表示，伫美国若抢失，也是甲因轻了的时阵，虽然当用冲天炮，也是炮火管顶物件来赶，但是敢若当对空，也是向其他的所在来发出声音。影片中没有实际涉及猕猴的行为，不过我们会请当事人来说明，以厘清状况。那这样的情况，其实他们已经看过大概2、3次了。然后，因为这个外国朋友他实在是对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才上前去劝阻。上午等于现场猕猴的数量无济，不过另外一位登山口也是有真济狗咧找物件食。市府强调，台湾猕猴虽然降做一般类的野生动物，依然受到法律的保障，袂当乌白来掠也是抬，违者上悬要开罚30万块。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报道。再来看，桃园有民众去向议员订情，要求户政事务所会当伫拜六礼拜来提供服务哦。也毋过，基层的户政人员是真反弹。民政局表示讲，目前是无考虑讲要开放拜六礼拜，未来会看能力、甲经费再过来检讨。40优码，请到2号柜台办理，谢谢。柜台内面户政人员是无闲假，柜台外口民众是等叫号要办业务。户政业务和民众的权益是怎有关系？对出事结婚到老，还有户籍分件核发、应检证明等等，拢和户政有关系。有机关伫议会要求户政事务所爱开放假日延时的服务，不过这个要求却引起基层的户政人员真强烈的反弹。我觉得还是要有人权啦，你自己要办理一些自己的业务啊。那我个人是认为还是可以自己请个1、2个小时的假来办理。要办事的时候，有时候他可能要请假，他如果都在正常时间，他就没办法申请什么的。如果假日有一个半天的话，就比较便民一点。除了基本业务，户政事务还会兼真侪项下机关的便民服务，亲像使用津贴、育儿津贴的发放、含人别确认、含办护照等等相关的业务。目前通知户政人口是欠115个人，大个人逐个月加班的时数是至少15点钟这么多。桃园市呢，因为疫情的关系，在110年5月呢暂停延时服务。那后续呢，则是因为112年呢推动数位建档10年的计划，我们的户所人力不足。针对议员提出户政假日延时的服务，在疫情进程都已经有啊，便民政策应该要有延续性。民政局考虑到即马户政事务所已经有的人力和经费拢无够，假日结婚生效，嘛已经有替代方式的前提之下，拜六的延时和预约假日要来结婚登记的服务，即马是维持暂停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为着推赛国际观光，花莲航空站今仔飞来今年头一班的国际包机，是对本来直飞花莲有80外游客，因要来台湾观光5天4夜哦。虽然咱台湾嘛有150外游客会坐这班包机哦去文莱佚佗。飞人机一日到停机坪，花莲航空站的人员随举行水门礼，专水欢迎本来游客。为了推动国际观光，花莲航空站出现今年头一班国际包机，这更加是头一架由文莱直透花莲的国际航班。因为花莲发生地震，包括德鲁库等等真出名的景点无法度去观光，旅行社嘛调整行程。他们也是非常的忧心，今天还是照常起飞，然后带来了本来是100多位要来，今天来了80几位。虽然受到地震的影响，原地人数有100外个文莱游客。落尾也是有80外个人来台湾，航空站的人员要特别用红布条啊，送因红面番鸭果水的红啊，来迎接这些贵宾。想看看台湾。好几个地点因为地震坏掉了，所以你们不能去，你们知道吗？知道。会不会觉得很可惜？可惜。官府强调讲，去年花莲成功推动国际包机，达成泰国、曼谷、越南岘港包机直接往回花莲。未来会持续锁定日本跟韩国等等的所在推广，增加国际直航的地点。我们花莲作为面对太平洋的第一线，我们是台湾的东大门，那就是为了要让国际的这些旅客可以非常便捷的来花莲。官府表示，这班飞人机载80外个文莱游客来台湾展开5日4夜行程。按算会有包括花莲的乡亲在内，150外个游客搭这班包机去文莱观光。记者综合报道。
本港旅行正行动8家奖哦，经过婚姻关审议委员会审查通过，登录正做民俗无形的文化资产哦。未来哦，卖来协助8家奖的文化传承甲记录保存，那么做伙来了解。庙会内底8家奖是台湾民间信仰内底常常看到的阵头，为面谱、帽仔、服装、家饰到阵法等等，拢有正深的文化底蕴甲意义。本港入省正行动8家奖最近经过婚姻关审议会审查，通过登录做民俗无形文化资产。整个服装的设计，还有他们本身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在技术上面的一个传承都是非常道地，也非常传神所以我们非常的肯定官府本关处表示，本港入省正行动8家奖的保存者是婚姻关5年景入省正行动民俗发展协会。现今关注蔡尚元，因老爸、因阿公拢是家奖艺师，伊自细汉就对咧学骹步手路来传承，甲8家奖的文化保存甲真完整。也捌伫2016年得到新团奖的肯定。如现在全行这样子帮我们来肯定，谢谢大家。在这个文史还有就是整个技艺传承的部分来做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保留动作。文管处表示，正行动8家奖团会当保留传统，嘛对着时代流行加入新的元素，所以通过审议，正做婚姻关头一个登录民俗无形文化资产的8家奖团，未来嘛会协助宣扬、传承加文史记录保存等等的工作。记者王伟雄婚姻报道。来看屏东县马家乡的李纳里部落的中营北学国小哦，举办儿童节已经8档了，全程拢教学生囡仔家己去规划筹备，有卖者的嘛卖一寡原住民的工艺品哦。过程中囡仔唔来当学习母语，嘛甲部落文化会当了解互愈侪人。那我看到的孩子是这学期的成长真的非常的让人惊艳啊！学生穿原住民服装，伫台顶甲舞舞，也就是台湾族语阿公阿嬷的意思，做伙演唱传统歌曲，宣告李纳里儿童市集正式开幕。大家当为学生囡仔无用试试，热情向每一个人去了解因的产品。只用了这个蓝晒，蓝晒就是它的颜料上面，就是只要触碰到太阳的紫外线，就会变成蓝色，然后只要有东西盖在上面，它就会浮现出它的那个图案。我们班自己用的芋头干，然后把芋头干做成，就是里面有沾那个巧克力，然后就是有2种口味。伫屏东马家乡的长营百合国小是一个学校形态的原住民族实验学校，部落知识结合伫文化课程内底，帮囡仔传承部落耆老的经验甲技艺。这个儿童市集3个月就办一届，互外界了解囡仔的学习，别通甲社区互动。长隆百合儿童市集其实它的目的是儿童加上儿童，就是以儿童为主体，就希望他们在整个文化的学习跟教育的学习产生了火花，激荡出很多更美好的创作。小小的单位点点滴滴拢是囡仔的心血。校长讲，透过市集，学生囡仔会当分享、回馈社区，各通发挥想象力甲创造力，展现学习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墨西哥的政府哦，最近宣布讲，总统府附近的19只流浪猫仔，要甲因当作是国家固定的资产，未来会由国家来编预算来照顾。这嘛是墨西哥史上哦头一届有动物被指定为做国家资产。国家宫内面的猫仔以后会是联邦政府有性命的固定资产，有专人替因咧准备食物，因真自在伫过生活的形，嘛和国家宫的形象连起来。因伫遮世界走来走去，甚至伫记者会嘛弄来弄去。Yo creo que los gatos ya son un símbolo de Palacio Nacional. Decidimos, bueno, a través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 Recursos Materiales, denominarlos así.activos fijos, pero pues en este caso le agregamos lo de vivos. 总统欧布拉多是爱猫仔的人士，这个新的宣布嘛，代表讲国家的财政部是编列照顾猫仔的预算，亲像看医生也是食物等等，就算是10月摄入了后，嘛会继续。这猫仔当初是安怎来的，无人知。工作人员讲，早在50当前，分园内面就有猫仔出现，事实上个外口的猫仔嘛会入来，嘛怀疑收编的猫仔暗时会找香偷走出去。Ya capturado, ya contenido, se
lleva un área que tenemos habilitada como un consultorio, por decirlo así. 但嘛，因为生活小事时啊，加上入来各家强的记者，拢会炸一寡乌物仔价。官员这会当要求记者莫阁摕一寡正面去饲因啊，因为猫仔是愈来愈大颗。因为因即马是国家有性命的资产，当然爱活甲愈健康愈好。公司新闻黄运良编译。这礼拜天气变化会真大哦，这2天哦，东北季风真强，所以全台湾温度拢会下降，卖落雨。北部上低温只剩18度左右哦。也毋过到拜六礼拜，全台湾的温度拢会到30度以上，就那剩是热人哦。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地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2度。中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28度；南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是31度；南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